过关拼百万。第一关西瓜挖大饼。你手这边的答案是点控手机啊。阿雄，我的答案叫做敲手机啊。点数的较对。是不是这把你选对哦？第二关 AI 施工机。下面在哪哦？来敲手答案。会不会？通虎。日本是安怎讲？再吞落。第三关，两家来拼蛋。要跟我们讨论呢，钱都无钱出来，变无钱啊！无对。哦。第四关，1秒1000支。各位你哦。嘿，来这三位。李高武，不要贵该在于不是，嘿。高是不红是无义。恭喜大家大拜个拜三。暗时8点，专家有智慧，进来摕8万哦。